继续来看这位主持的艺人侯丽芳、侯丽芳，是华视第一个签约的主持人。过50年后，今年71岁侯丽芳，搁登来华视开节目，结合着营养甲心理专家，要甲大家做伙来顾健康。 财源广进，收视长虹。祈求开工顺利，徛伫头前野享的这个真有来历，而且甲华视缘分特别深。伊是侯丽芳、侯丽芳，民国62年10月甲华视签约，成为头一个正式签约的主持人。经过半世纪，搁登来后头厝主持新节目。这是我民国62年在华视的《华视周刊》的那个照片。50年后第一次主持，跟我以前主持的节目是不一样的。 1970年代，伫华视主持南来北往等等的节目是有够称，无论是主持、搬戏还是唱歌，拢可以袂倒，看起来拢无啥老调。即卖侯丽芳、侯丽芳决定人生70再出发。主持新节目结合营养甲心理学家，要提供预防疾病，甲保持青春的闭关。 很轻松、很愉快的告诉熟龄的朋友们如何保养身体，让自己快乐的度过我们的后半生。对。上浪漫的代志，就是甲上爱人做伙慢慢啊变老。像讲节目，干来适合少年人来做。人生这条路，高年级的实习生高考把握。侯丽芳等的华视，要将伊的人生铁盒带给新一代的观众朋友。 爱自己，爱家人，就爱够健康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为爱健康 Go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